2026年4月22日每日靈修，明白神的心意，信服神的美意。528都是神的美意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父啊，是的，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馬太福音11章26節。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羅馬書8章28節。小故事：有一位非信徒去參觀一間聾啞學校，他看見那些聾啞的學生正在聖經班上很虔誠的讀神的話語，他就在他們的黑板上寫了一個問題，請他們回答：神既然愛你們，為什麼使你們聾啞，而使我能聽能說呢？全班學生都因這一個苛刻的問題受到打擊，他們大家坐着相對嘆息，向着那可怕的為什麼發呆。過了一會兒，一個小女孩站了起來，她的嘴唇還在顫動，她的眼眶中飽滿了眼淚。她走到前面，因為黑板高，她的身體矮小，就爬在椅子上，拿起粉筆，用堅定的手筆寫上這幾個寶貝的字：父啊，是的，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這是何等切實的一個答覆，一個永久的真理。默想：我們的遭遇、環境、事情、四周圍的安排，都是神的旨意。我們若能對每一件臨到我們身上的事，明白都是出於父神，就會感謝着領受。禱告：掌管世界萬有的真神，世上一切的人事物和所發生的事都出於你。雖然有許多事是我們不明白或很難接受的，求你加添我們有足夠的信心，相信這都是你的美意。你讓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們得益處。求你幫助我們完全信服信靠你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